来看今年81岁陈明雄，伫50多当前接受当年60多岁妈妈捐予伊一粒药剂，这粒药剂对于妈妈开始使用，到今仔已经使用115当咯。陈明雄嘛是目前台湾药剂的医师，活了上久的病人。现场吉祥物红仔切计能够庆生，伊是今年81岁陈明雄。伫30几岁时阵，因为肉毒症开始食药剂，因为厝内底经济负担较重，加上等真侪年拢无人捐药剂。迄时阵60多岁妈妈决定捐药剂救囝，才互伊得到新的人生。即马这粒药剂包含伊妈妈甲家己总共使用115年，是国内药剂医师存活上久的病人。腰椎不好，腿会酸这样而已，其他都很正常，不把自己当作病人看了，就像一般人一样啊。家里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医师表示，除了药剂水剂，除了血液透析到腹部透析以外，上好的方式是，伊是药剂，用由大爱或者是亲人捐赠的药剂，是对病人的腹肚恢复原本排尿排毒的功能，免阁看透析治疗。按过病人需要食抗白体的药物，医师了后，病人的10年存活率差不多是8%5。那这个事实上给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，就是说，移植可以用这么久，那也给我们医疗团队呢一个学习参考的一个榜样。医师提醒，为药剂健康，平常时要先注意食物件爱平均，加啉水，也避免伤过油、伤过咸、加高糖的饮食，尤其是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，爱好好控制，才能避免行到食药剂这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